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主供應我身心靈嘅需要。今日要讀嘅經文係詩篇23篇第1節。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小故事就講到有一隻貧窮嘅婦人，佢嘅生活像係靠勞動來過日子，但係佢卻係一隻好快樂嘅基督徒，又冷似一隻好愁煩嘅信徒。雖然佢唔中意佢好得意嘅態度，但係卻係好羨慕佢好快樂嘅心情。有一日，一位愁煩嘅信徒就對佢講：你目前固然係好快樂，但係你想象一下你嘅未來，你就會覺得必須要更加嘅慎重咯。比如講，如果你忽然間偏開唔能夠做工，或者係如果你見那個老闆搬招去冇加請你做工，或者係如果日快樂嘅婦人就插嘴話：叫咯，我從來冇想過如果日嘅事。上帝係我嘅牧者，我知道我必定唔會缺乏。至於你，就係變愛一切嘅如果所連累，就落到佢那樣可憐嘅地步。你不如將愛條如果放棄去，而專心嘅依靠主吧。我就來默想，上帝係信實嘅主，佢係我嘅牧者，將自家交在主嘅手裏，讓佢來滿足我哋一切嘅需要，成為我哋人生當中嘅保護者。我哋一齊來禱告，愛我哋嘅天父上帝，感謝你係我哋嘅好牧人，你餵養保護我哋，供應我哋嘅需要，使我哋嘅身心靈都冇缺乏。求聖靈充滿我哋，讓我哋每日發在主嘅裏面，有堅定嘅信心，有滿足嘅喜樂，能夠發出榮耀你嘅人生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